在东方神佛的殿堂中，有一位形象极为独特、法力无边的菩萨，他就是准提佛母。与我们熟知的神奇形象不同，准提佛母拥有18只手臂，这并非单纯为了展现威仪，而是代表着他有能力应对世间一切的烦恼与祈求。这18只手臂就如同一套圆满的神圣工具组，有的手持金刚杵、法轮，用以斩断我们的恐惧与障碍；有的手捧莲花、如意宝珠，用以圆满我们的善愿与福慧；还有的手持经书，赐予我们洞悉世事的智慧。更为崇高的是，他被尊称为7具之佛母，以及7亿诸佛之母，象征着他是孕育无数觉悟者的本源。因此，无论是祈求庇佑、化解灾厄，还是寻求心灵的指引，这位18臂的守护者都是慈悲与力量的终极化身，时刻准备住，为需要帮助的众生伸出援手。这里真的so好